間觀眾朋友都講過之後，繼續收聽遲朝嗰節。嚟咗禮拜新聞幕後，同大家共同嚟關心嘅係亞洲嘅軍事และ軍事焦點。今日嘅節目地圖為大家繞長度嘅特別來賓係來自軍事大學外交呢劉德華劉主任，主任您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謝謝主任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那我們在5號的時候看到韓國跟美國的媒體同時都報道，在報道裡面證明雙方的政府已經認定4號那一天韓國他們所發射這個飛彈算是 ICBM 一個洲際飛彈。那我在很多報道裡面都看到說，這好像是這幾十年來韓國意圖在威脅東亞和平，甚至在威脅美國的這個里程碑。為什麼他們會把這件事當作是一個里程碑？這一次的，因為整天你看，光文在寅上來他就射了2、3次，那這次的試射是不是跟以往在規模上、在飛彈的這個層級上有很長足的進步，還是不同？最主要是第一個，我們注意看它這次射的方法，它是直接往上射來顯示出來，它如果射平的話，它可以射很遠嘛。它先用直接往上射，所以就它整個那個射程來講，射出去能夠涉及到的這個距離來講，已經顯示出來，它這個是屬於洲際彈道飛彈，也就是中程以上的飛彈。如果按照大家推斷的，它這個射上去的這個速度跟衝勁兒的話呢，如果說平的這樣射的話，是可以打到美國阿拉斯加了。所以這一次來講是頭一次確認了北韓具有洲際彈道飛彈的能力，可以打得到這個阿拉斯加這樣子美國的這個距離了。但我們不要忘了，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在川普剛上任1月的時候，他還信誓旦旦的說，這種事情美國不會讓它發生。我想川普在講這個話的時候，可能不是只有他自己的判斷，勢必是有背後所有這個美國的這個軍情偵測系統給他的資訊，他才做出這樣的一個陳述。那沒想到，才短短半年之後，確實北韓就已經有洲際飛彈了。顯然，在這個北韓，我們看金正恩跟川普的這一場較勁當中，川普第一回合某種程度是落敗了，也是不是某種程度證明了，就算是川普上任之後的美國，依舊拿北韓沒有皮條。可以這樣說，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川普上來確實是把大家嚇到了，因為他在去打完敘利亞之後，又到阿富汗，而且開始這個打那個可以穿得很深很深的那種超級的這個炸彈那然後再下來他就要到朝鮮半島，那時候大家都是認為他就是要打北韓，大家都嚇壞，而且所有的西方的報道或者韓國的報道都說把金正恩已經嚇壞了，他說要斬首，對，所以金正恩就不敢，意思就是金正恩不敢再做這種洲際飛彈，還有這個核試爆，這兩個是聯合國方面或者美國認為這是紅線，對他畫的嘛，對，北韓你不能超越這個。確實，金正恩在這個去年1月開始這樣子不斷的一直搞這個飛彈來講，他確實都沒有超過這個洲際飛彈的這個紅線，對就核試爆是有2次了在這次他就來講展現的就是說他的這個核試爆以外的話，它已經具有洲際飛彈的能力。那現在下一個就是說，它是不是能夠把它的飛彈這個飛彈跟這個核武連接在一起成為打得到用核彈頭打得到美國去它的目的地，那就可能是這阿拉斯加了。那我的意思說，以往在發生這一類的核試射的時候，大家想到就是制裁，經濟的制裁。然後透過各個國家的聯合制裁，可是顯然制裁做了這麼久，好像處處受限，沒有用。那為什麼美國沒有辦法有效的去阻止北韓繼續往這2條紅線？現在已經有1條已經被跨過了。那接下來我相信美國不樂見，如果真的他能把核彈，我們現在姑且還不確認說他是否有核彈，那就算有，不知道能不能放到縮小到放到洲際飛彈上面上，那怎麼所有的努力都沒有用呢？第一個，北韓是一個非常孤立的，根本跟外界沒有什麼太大這個互動的嘛。所以在經貿上來，你再怎麼弄的話，經貿實際上第一大經貿這個對手是中國大陸啊。那另外再下來就是俄羅斯或日本這些。但是中國大陸所以說川普大家國際都是對這個北京不斷施壓，希望他加重對北韓的這個壓力啊。但是呢，像譬如說這個中國已經停止進口了北韓的煤，這一年度對，那就是對北韓來講，這是接近20億的這個美元的這個外匯就沒有了。是。那但是北韓他很厲害，他就跑去跟俄羅斯
他最近跟就是俄罗斯之间开了新的航线，他把东西卖到俄罗斯去，然后他的这个劳工照样到俄罗斯、西伯利亚各地去赚钱，还是可以赚外汇回来。所以的话，就是说你其他的国家根本没办法对北韩产生影响，那只剩下这两个大国，那这个你想俄罗斯现在跟美国关系不好啊。他跟这个中国的关系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啊，虽然是好，但是呢，在某种程度来讲的话，俄罗斯不希望在这个朝鲜半岛上失去它的影响力，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北韩还是可以找一些这个强权之间的这个细缝来维持它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存活。实际上这个去年北韩的经济成长还有1%左右。OK， 竟然还是正成长。对，还是正的成长。可是老师，我们讲到假设北韩具有这样的攻击能力的时候，其实我会想到，首先受害的不会是美国，而是周遭的这些国家，因为万一战事爆发，纵使是美国派兵来到朝鲜半岛，可是你想想看，隔壁的俄罗斯跟老师提到中国以及韩国，它接连着的还有日本。除了韩国跟日本，我们看到最近他们非常积极的在谴责这件事情之外，就像老师讲的，其实好像中国跟俄罗斯还是想维持跟北韩某种程度的友好关系，但他们难道尤其中国难道不怕万一战事爆发了，他可能会有极大的损失吗？纵使北韩的攻击目标不是他，但他依旧会被波及到啊。对这个来讲，我们可以讲说地缘政治的是决定性的因素了。譬如说本来这个中国也非常积极的支持美国，韩国甚至合起来还加上日本制衡这个北韩啊，经济制裁不让他跨越红线。但是呢，后来这个奥巴马政府要在韩国部署 SAD， 那朴槿惠韩国的前总统接受了这个，对，在部署 SAD， 那这样子就变成了帮北韩跟俄罗斯中国又合起来了。因为你部署 SAD 的话呢，这个就是代表了这个海权的国挑战陆权国，啊，你海权国原来我们就是有一个海格的嘛，是，那你现在放了一个这个SAD 的这个飞弹反弹道系统这个放在了这个韩国，然后有这个X-band 的这个雷达可以收集中国、俄罗斯、北韩的情报，说是收集北韩情报，但实际上收集的是中国跟俄罗斯的，所以那这样他们当然就一起反对了嘛。这样一起反对来讲，对北韩来讲，金正恩笑得快翻了，因为朴槿惠中计了。朴槿惠只要一步上了，那中国跟美国就杠上了，俄罗斯也杠上了，所以杠到现在，实际上他就可以又可以玩了嘛。因为这样，所以这个情形来讲，但是再下来就是看金正恩他算得很准基本上美国不太可能使用那个 surgical strike， 就是这个外科手术的攻击他的核武设施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打这个北韩的话呢，今天北韩的实力绝对可以这个用传统的火炮，还不用飞弹，传统的火炮就可以把首尔大都会区，就是包括首尔、京畿道、仁川1000万以上的人，通通瞬间毁灭，就是在几分钟之内就把它全部毁灭。他的传统炮就可以把它毁灭，然后他可以把他的这个飞弹5个以上去打日本。打日本的话呢，日本目前的MD 系统就是飞弹防御体系基本上挡不了多枚的就3枚以上，他可能就不一定挡得了了。那再一下给你打个10枚，你绝对挡不了。只要有1个2个打进了东京，那日本也不是就完了。所以那更不要讲说美国打完了北韩之后所出现的辐射尘的话，那的伤害之大的是这个我们这东北亚全部受到。那还有说中国大陆他做过这个统计，如果美国去打北韩的核设施，然后引发了这样子的战争的话呢，那中国大陆可能要损失1亿以上的人口，就是东北了这个地方了，因为北韩把它的核武都藏在那个长白山那个角落的就是中朝边境的地方，所以他一打的话，那个一出来这个不一定要打到人嘛，它的辐射就够了，那就是最靠近的就是东北这些区域，所以总共这个损失是非常可怕的。可是，在这个损失里面，我们看到以往的这个6方会谈，老师把每个国家都点出来了，俄罗斯、中国加上北韩，然后韩国、日本，反而离最远的美国，那是北韩看似最想要去对话的对象。所以，其实纵使是从金正恩这个上台之后，他也不想理这个6方会谈，他其实真正想要对话的是美国。为什么他不想要透过传统这种6方会谈的方式来解决大家的争议，却只想跟美国谈？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朝鲜半岛
在1992年为止的话呢，这个韩国跟这个俄罗斯这个苏联在1990年建交，然后1992年跟中国建交，所以韩国跟周边4强全部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如果按照 Henry Kissinger 基辛格在1975年所提出来的 close recognition 交叉承认的话呢，也就是说，韩国跟这个中俄建交换这个北韩跟美日建交，所以从北韩的角度来讲，现在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而且全部是对韩国有利的，韩国跟4强都有国际都有正式的外交关系。那北韩到目前为止仍然不能跟美日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那所以的话呢，它就是目前就是要改变这种一个对朝鲜半岛来讲的话，对他自己不平衡的一个状态。但这里不平衡状态的切入点就是跟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第二个呢？现在中国是这个地区最强的国家。它在这个苏联瓦解之后呢，俄罗斯其实现在大家也看到，俄罗斯也都大部分是顺着中国，他自己已经能力不行了，所以北韩还很担心中国主控了北韩因为它实际上经贸也是一样它的接近90%以上贸易是跟中国，所以中国如果要对北韩真正要做什么把的动作的话，那很容易就可以把北韩活活把它打他，或者是不给他经济把他饿死或者任何方面都是可以要教训他的。但是呢，就是说他担心是这样，所以他必须要跟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这样才能够制衡中国。可是老师这里就很好玩了，你要跟一个人做朋友，比方说他想跟美国做朋友，结果他先是采取在你的安全上受到我的威胁，美国怎么会想要跟一个来刻意威胁我的人做朋友？这个策略是对的吗？这个就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逻辑。那就我们的角度来讲，确实，尤其是美国角度来讲，你北韩这个罪尔小国，我跟你谈什么而事实上，北韩，大家如果看北韩这个国家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非要跟他交往不可？是，对不对？没有什么特殊的资源呢，比如说uranium铀没有那多到可以这样卖的也没有什么经济上像韩国这样强国你可以把这个它是一个市场，你要卖东西给他也没有，所以经济。政治它有小国，所以它唯一可以，它一直在弄这个核武飞弹干嘛？这只有它唯一可以搞的，只有用它的这个军事的手段、军事的能力去引起对方有兴趣上桌跟你谈嘛。我们谈判来讲的话，第一个是你要吸引住对方愿意跟你谈的像美国人，我大国我干嘛跟你这小国谈但是呢，有他刚刚讲的核武、飞弹、外加。它可以在战略上对韩国是具有绝对的优势，它也可能可以这个打到日本。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是逼了美国你要救你的盟邦，你要上桌来谈。所以这个北韩的逻辑就是说，我有这些武器我告诉你，你不能打我，你打我就打这些人。是，然后呢这个我呢是有核武，所以的话你要承认我是核武国可是依旧目前为止，美国并不承认北韩是一个具有核武的国家。对，现在当然美国政府是认为这个不能承认北韩是一个核武国家那北韩就不能理解北韩说凭什么我不能承认我是核武国家？你为什么承认那个印度、巴基斯坦都有？对，印度、巴基斯坦都可以核武。那美国说，你是共产国家，这个所以北韩说你这是 discrimination 我为什么共产国家不能有核武？你为什么可以用核武呢？你伊朗不是也有核武吗？伊朗谈的结果也没有真正说把它全部立刻。这个撤核也没有所以这些等等来讲，美国希望在奥巴马政府时候希望他是这个北韩能接受伊朗的模式，但是伊朗说我要印度的模式，你为什么对印度可以那这美国讲的就是他是民主国家，你是共产国家，我对你不信任。所以这件事情决定权在美国手上吗？那美国是有很大的决定权，没错。那问题是在这个样子下去，会不会反而激化北韩证明？用行动来告诉美国，我确实是有核武。比方说，我使用给你看，我试爆给你看。我相信这不是美国想要乐见的。不是这个试爆来讲，他其实已经也试爆了5次。对，那我再试爆给你看，我有核武。他是有可能再进行第6次核试爆了。但是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认为北韩的行为是 rational 的，是理性的。这样还叫理性的？他没有去打别人就像这个北京方面对韩国很不理解，因为说。北韩已经够烦了，闹事了，你还找美国在你家放上这个萨德，那你变成是帮美国来治我了嘛？那就是你伤害我的国家利益远超过北韩了所以这个韩国
不是跟中国现在闹上了这个为了萨的事情闹得很僵嘛？这个原因就在这里啊。这个就是国际关系来讲，各自从自己的国家利益来考量，各自想要借着自己的有的优势嘛，像北韩就核武飞弹的这个优势来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OK， 来，谢谢老师上半场针对北韩以及这个东亚局势的这个分析。先黑滚下下半场来关注是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通过了一家国防授权的草案，对两家草案当中，国际派指出美国的选择包含军舰应当做得挺到台湾国家港口，两件事情你日本看待，先了解下，咱是讲来。观众朋友，国际版转到讨论的现场，下半场同你大家来关注哪只亚洲的军事焦点，老呢就喊啦直接的关系。你係美國參議院的軍事委員會對6月大時節通過了明年推隻軍事的草案，對呢隻草案第2按照國防授權法，佢就要求美國的海軍去重啟包含台灣的高雄港等在內其他適合選艦體內港口，就俾美國的選艦來填。同時，佢哋又要求講美國的太平洋司令部、台灣的選艦也在一天。那關於這個國防授權法案裡面，我看到，日後美軍是不是有可能讓船艦停泊在高雄或台灣其他比較適合的港口，以及我們的船艦可以停泊在這個美軍的太平洋司令部？老師，聽到這樣的法案，我們應該怎麼樣來看待？其實我們應該是不驚不喜。第一個是呢，不必太過於高興，因為這個當然我們是樂見希望美國這樣子做了，那這樣子對我們的這個安全能夠國防呢獲得比較高一點的保障了。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這個我們要考慮一下。這個我不懂，是所謂的真假。因為他現在講話說出去了，他是不是真的能做到呢？美國從前也講說他要賣什麼武器，後來到時候縮水了，或者是沒賣啊，所以這個情形來講，尤其是川普的政府實際上，但現在參眾兩院都是在他們這個共和黨手裡啊，但是他還是可以不 honor 他的 agreement 譬如說很簡單啊，我們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這個川普一上來說沒有一中的這個問題，那結果呢？他跟習近平見面的時候，北京講說你不承認一中，我根本不跟你上桌談。他後來又恢復到這承認，實際上還是有一種問題，所以我們要小心的是，美國川普的政府比歷屆的美國的政府來講話，更重視實質的獲利而且這是獲利呢，可能尤其是他商人的背景來講，他就是要經貿的利益，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尤其川普他本人談判的策略，他最喜歡玩的策略就是呢，在他談判之前製造籌碼。製造對他有利的籌碼讓對方緊張，或者是了解到，如果他不接受他的要求的話呢，他會受到更大的傷害或者是損失。所以像譬如說前面剛剛講的一中的問題大家想都不能想到，說歷屆美國總統從來沒有說出來不要一中問題，這個完全違反了美國的這個慣例又怎麼，但是他一上來這樣講讓大家非常驚訝。對不對？以為這個真的是這樣的，但實際上後來不可能落實的。這個就是外交，它在國內有國內的制衡，它的國際上它要面對中國這樣的大國它必須要面對的。所以這個來講，結果它實際上那就是它的談判籌碼。上桌之前，先引起他要選擇的談判的對象產生這個緊張，或者是說覺得他是真的敢下重手然後呢就逼使對方做出更大的這個經濟上或者是政治上的重大的讓利。所以我如果順着這個老師的脈絡來看這件事情，首先在參議院這個草案，顯然主要他想要談判的對象不是我們，而是中國大陸。那我就會好奇，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點上做這件事情？那這個佈局勢必有它的道理。我們看一下，在這個月底的時候，緊接着就是習近平。他去香港參加這個移交20週年，以及這個林鄭月娥就職典禮。某種程度上，我們會覺得，我這邊在辦喜事，你弄這個東西是讓我難堪呢。
他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上做这件事情？对这个来讲，第一个，上一次他不是习近平在的时候，他就去炸叙利亚，对，当着他的面对，这美国人第一个，他是表示，第一个他要显示说，我不在乎你怎么想啊，我认为该做的我就是去做啊，这只是美国做大哥他自己认为他就是这样的，知道？第二个呢，这为什么选这个时机呢？因为呢，习近平到美国访问的时候，他们达成了协议，在下半年的时候，这个川普将会访问这个中国回访。啊，所以在有可能是在9月或者什么，所以现在7月就是正是他们要开始谈的时候，所以你最近你看到很多这个川普的一些动作都是针对的中国大陆，譬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前不久这个印度的总理Modi 对访问的时候，你看他跟这个川普熊抱几次啊？对。两个表示真的很弱，至少3次以上。就现在中印边界开始在剑拔弩张，这个就是这样的，他就是两边都在玩这个东西。第一个呢，他们两个抱代表了说，我们两个比较好，然后呢，这个给这个中国方面吃味啊，那当然中国不高兴。然后呢，再下来就选刚刚讲这个香港的这个时机点嘛，他就来做这个，也宣布说对台湾这个这个要可能会军舰来停泊台湾这边啊，还有可能这个卖台湾武器这个等，干嘛？这个都是要表示说，我不会听你们北京要我怎么样做就怎么做啊。那实际上反过来讲，实际上他是要经贸的利益。问题是这个时间点，别忘了我们刚才上半场谈的这个北韩的问题，川普到这一刻都还没有放弃透过中国来解决北韩问题，不是这个样子吧？其实某种程度上，川普还是不算是有求于中国，但是他还希望中国替他完成这个任务。可是他没看他最近就一直在讲啦。说中国没有好好的这个尽责任呢，中国的施压还是不够啊，所以为什么都在这个时候他一直好像是在针对着中国？所以最近有国内一些报纸讲说，这个其实中美的关系已经生变了。我个人浅见时候，讲得太早一点，这个是完全是他在川普要上桌之前跟人家谈判之前，他都是要弄一些这样子，让对方觉得很不舒服，让对方觉得这个是一个 crisis 的出现，因为如此。对方可能会因此会做出非常重大的这个经贸的让利啊，所以说他是这样想的。但如果就中美两强在这样的竞争关系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利用他们的竞争来得利？第一点，我看到就是，我们知道以往在国际法里面其实是保障这个军舰的自由航行，但是因为我们自己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十分的特殊。透过这一次，假设这个草案通过之后，美国的军舰可以停在台湾的港口，俨然就是让我们其实在国际上跟其他国家拥有一样的地位，那我们就是一个受惠者，所以你才要感觉到有诈啊，我们受惠反而有诈。美国是真的会这样落实他讲的话呢，还是说先这样的讲，作为他跟这个北京谈判的筹码，到时候他可以讲说，找个借口不来啊？或者什么理由，他不能实现呢？这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对美国来讲没什么关系啊。他要的是实质的经贸利益。如果他拿到说，譬如说跟北京签的这个 BIT 双边投资协议，然后北京方面做出很多的这个产业开放让步嘛，或者怎么，当然是符合美国的经贸利益，而且美国可以抢在欧盟之前跟中国先签了这个双边投资协议，美国在中国大陆市场就具有绝对的优势嘛。或者是更强的，就是干脆就签 FTA 了，自由贸易协定当然这个就是他目前根本没有谈的话，这个太快了。但是 BIT 的可能性非常大的。那中国大陆他现在资金也很多，他也愿意到美国去投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他们只要签了一个 BIT， 这个情况对整个全球的政经来讲就出现颠覆的作用了。因为大陆想“一带一路”是想跟欧洲这个连上亚欧联盟嘛，连上去经济那他现在如果先G2。就是美国跟中国先 BIT 了，那这个欧洲就陷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了。这就是为什么欧洲跟日本最近赶快他们两个先签了一个 FTA 了，就是怕万一中国跟美国签了 BIT，这个 EU 是最大的受害，再下来就是日本这种它也会面临，但最重要的受害者是 EU， 因为世界目前是3分天下 ，EU 这个东协加6，中国主导的这个RCEP 或者这个美国的这个 NAFTA。所以任何两边在一起，另外一边就不利。OK， 老师，
假设我们从中美两边自己的国家利益来考量，我们知道川普上任之前，从竞选口号开始就是 American First， 他希望把大量的制造业从中国抽身，我要回到 Made in USA， 包括 Apple 在内。那如果这样的川普的这个政见实现的话，相信对中国的这个经济也是很大的冲击，因为这些制造业它撑起了所有中国这个劳工阶层的就业。那我相信，中国习近平也不乐见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在两者的经济利益是有冲突的时候，习近平会因此而愿意放弃，然后来成就这个让川普高兴而已吗？我想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怎么算都划不来。其实是不是？习近平中国大陆最希望就是跟美国大家只谈经贸，我也不要搞政治跟战略。大家看到奥巴马就是搞 Smart Power， 这个用 Pivotal to Asia 换到了 TPP， 然后在签订了 TPP 就加强了他的 Pivotal to Asia， 这不是经贸这个目标手段交互运用，给大陆搞成非常的头痛，对不对？那现在川普把 TPP 弄掉了，对他不要最好，因为 TPP 是一个美国把他的脚伸到我们的区域一个多边的平台。那川普的角度来讲说，我干嘛找这么多人跟他去谈，浪费我时间？我直接跟他要我的东西，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你拿给我就好了啊！所以他厉害在这里。还有呢，大家要注意到，其实美中之间还是那个科技上有差距的啦，互相是很大的互补多于竞争的。你像这个最近这个马云说他可以用他的这个e-commerce 来帮助美国把他的农业产品卖去中国大陆，这个是不得了一件大事哎。那这样子美中要合起来，还有电动车，他们现在也开始要进入。所以这整个来讲，他们是合起来的话，对两边都是经济的大获利，而且在 EU 是最大的。